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12章28节到32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继续清楚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12章28节到32节，启示录第2章12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忠诚。咱伫昨有讲到上帝是信实的啦吼，咱嘛知影伫圣经内底。时常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双方面的关系拢必须爱有忠诚吼，真忠心安尼吼。好，咱亲像耶稣基督伊所提到，伊讲恁心内毋通忧愁，恁信上帝也着信我。伫我的爸斗有济济的厝体，若是无我就早甲恁讲。我去是为着恁要避办所在，我若去为恁避办所在，就要搁倒来接恁去我遐。我伫遐，我伫倒位，恁也伫倒位。我对倒位去，恁也拢知。迄条路恁嘛知。这是约翰福音伫第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第一节讲，你毋通忧愁，你着信讲我去是要为着恁备办所在。这个相信这个相信，就是讲知影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甲咱所有的新娘立约，伊必然要实现。咱之前有讲到，耶稣时常用这个犹太婚姻的文化咧，甲咱讲话吼。所以伊讲了后，甲新娘的家庭讲了后，有约定了后，伊就要去上帝迄个所在，来为着咱遮的新娘备办所在，就是救恩，还是讲天国，要搁倒转来接咱，倒转去爸的家啦吼。这是信息的这个部分，上帝信息的部分，就像咱昨有讲到的。咱呢？咱遮会用新娘来譬喻的人，到底着安怎？咱要安怎做？咱接续来看迄个10个童女的譬喻啦，吼。其中有5位是有充分的准备，另外5位是无有准备的。这准备是啥物意思？这个准备。基本上，照今仔日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当咱甲新郎约定了后，新郎的话讲，我必定要倒转来接恁的时阵，意思就是讲，恁着爱等我啦。好好准备，好好等上帝的时间到，就是忠诚的顺服，搁顺服上帝的诫命。话语，伊的旨意，伊的时间，直到耶稣基督搁来迄个日子。所以，亲像咱昨所讲的，上帝是信实的，因为伊着甲伊的新郎倒转去着要为着即个婚事来起厝要来带领咱倒转去遐所以，真侪时阵检测。上帝照伊的方法，照伊的时间，照伊的旨意，毋是咱所期待的，因为咱毋知影当时嘛，但是上帝伊有伊的计划嘛，伊有时间性甲伊的旨意伊所想的，就是要享受伊的救恩互咱。所以相款的因为上帝的信息，伊也期待咱忠诚的性命来等待伊，就是讲。当伊伫遐认真咧为着咱备办救恩的时阵，去新娘厝的时阵，伊望即个新娘是伫厝尔啦，做好准备伫迄个所在来等候来备办啦。
今仔日的经文《申命记》12章，伊安尼讲着讲，恁着即首听趁我命令一切的话，行耶和华你上帝看做好的事，安尼你甲你的后裔就通永远得到福气。啊，这着真清楚啊，吼，就摩西甲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咱亲像伫头前牧师有讲着讲，当咱做真完全的备办来期待迎接基督，咱讲新郎会搁再临，这著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啦。咱若是忠诚的听候，做完全的准备，就要得到福气。圣经也真明白甲咱讲，安尼你甲你的后裔就通永远得到福气。这就是上帝信息的应允，敢毋是安尼？当然啦，无有人愿意互上帝来处罚啦，无有愿意互人对上帝这个咱讲的名单内底排除，亲像迄5个查某囡仔共款啦吼。但是搁较重要，咱咧讲咱无爱的时阵，咱是毋是考虑着、思考着，还是讲反省着咱？敢有忠诚咧听候上帝？这个听候毋是伫戆戆伫迄个所在咧，但是接受上帝诫命伫迄个所在咧听候，吼，啊，搁有备办。亲像启示录第2章14节到15节的经文咧讲着，上帝对遐无忠诚的人会责备、会审判，并且有处罚。讲若是我有几项要责备你。因为伫你遐有人饲守别人的教，早别人捌教示巴力将杀害的物ฮ็伫以色列子孙的面前，互因食祭偶像的物，煞惊奸淫。亲像安尼，你也要游玩有人饲守尼哥拉党的教，吼，所以你讲。因伫信仰顶悬无有持守，好那亲像迄5个真无心的查某囡仔共款，因无做完全的准备，遮个查某囡仔吼，所以当因发现讲安尼袂赴的时阵，就真正袂赴啊！吼，这个咱咧讲的带新娘的新郎。来拒绝伫门外，经文嘛真明白，甲咱讲，当咱无愿意诚实来遵守上帝诫命旨意的时阵，咱就必须爱承受咱无遵守、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个后果，咱家己爱去承担啦吼。所以人吼袂当干那要求人对伊好嘛，亲像安尼。基督徒嘛，袂当干那要求讲上帝对咱信息，吼，咱讲话上帝信息足好诶，足好诶，但是咱却无愿意来用诚心实意来对上帝。诚信是咱伫信心顶悬诶一个真基本诶表现啦，吼。所以咱做伙来努力啦，吼。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12章28到32节，启示录第2章12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忠诚啊。我们昨天提到上帝是信实的了哈，那上帝是信实的，是我们的期待的时候，那上帝期待我们是什么呢？啊，我们都清楚，圣经以婚姻的关系来形容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双方的关系都必须是忠诚的。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提到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住哪里，你们也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哈。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记载。那我们回头看到这个经文，他说不要忧愁，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就不用忧愁啊，因为你不用担心啊。上帝与我们，就是所谓的新娘，谈好了婚约之后，立了这个约之后，就必然实现。我们之前谈过，就是说，以犹太文化的这种结婚新郎跟父亲到新娘的家里谈好之后，就举杯，立了约之后，他们就回去预备。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说，他去上帝那里为我们，就是新娘预备地方，是救恩啊，或是天堂。然后他说，我就必回来，接你们回去天父的家。这个就是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第14章的经文所说的。那以这样的基础，上帝是信实的，叫我们不用担忧，一定会将救恩再带回来给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家里面。那我们呢，用新娘的角色来思想，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我们连接到那个耶稣的比喻10位童女的故事，有5位童女有充分的准备，另外5位童女没有预备。那预备是什么意思呢？在文字上面是说油啦，灯油哈，但是我们来想想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预备就是相信新郎的话，说我必回来迎娶你，所以你们要等我，等候耶稣基督，应该是说等候上帝天父的时间，等他房子盖好，耶稣就回来接我们回去。所以在等的当中要做什么事情？不是傻傻在那边等啊，等的时候就是要做完整的预备，好好的等，忠诚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跟诫命。他的话语是什么？就是他的应许嘛，他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我们要等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就预备好了。那个时候就预备好，你不能说啊，新郎来了啊，赶快去做新娘衣服，都来不及了。所以要预备好。所以我们昨天谈到的上帝是信实的，我们都这样期待上帝是信实的，我们都希望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上帝不是我们的雇佣啊，很多时候上帝是信实，像耶稣基督说，时间日子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所期待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想的，上帝有他的时间计划以及旨意，不合我们的意思，但是那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是要去期待。同样的，既然因为上帝是信实，也期待他也会期待我们用忠诚的态度来等候他。今天的经文圣经申命记12章这样提到，你们要忠实遵守我一切的命令，你们和子孙就会长久事事顺利，因为你们做的事是对的，是上主你们上帝所喜欢的。要忠实的遵守上帝一切的命令。好，我们就回到刚刚开始说的那个新娘的概念，已经讲好了婚约了，要不要预备新娘衣服？要啊。要不要预备灯油？要啊。还有呢，还有很多，对不对？所以那个都要预备好，我们要诚信啊，也要做一个诚信的。正如前面牧师所谈到的，我们有做完美的、完全的预备，迎接这个来迎娶的基督，他再临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完整的预备，其实就是遵守上帝诫命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我们若是忠诚的等候，做了万全的准备，就必要蒙福。就像圣经说的明白，我们刚刚读过的，因为你们做的事是对的，是上主你们上帝所喜欢的。那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蒙福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帝信实的应许。虽然没有人愿意被上帝惩罚，被上帝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就像那个5个童女一样哈。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思想是说，我们是否忠诚的等候上帝啊？我们是否忠诚的信守上帝的诫命？如同启示录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第2章第14到15节的经文这样说：但是有些事情我要责备你，你们当中有人随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奸淫的行为。同样，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就像那5位漫不经心、没有万全准备的这个童女们，他们最后只能被迎娶的新郎拒绝在门外。经文也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诚信的，或是说忠诚的，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来承受我们不遵守、违背上帝旨意的一个后果。基督徒或是说人不能总是要求别人对我们忠诚、诚信啊，那我们自己也要表达自己的是一个忠诚的，所以我们不能只要求上帝信实，却自己不愿意忠诚，或是说我们说忠诚其实是信心的基本表现。我们一起努力吧。